济啊！怎么我甲你教遮济，你老前辈呢？讲迄无？前辈，莫加一个老。是。啊，前辈，咱要继续咱什么阶段？前辈，你敢唔知影是什么意思？什么？真的硬起来配，叫做前辈。好，了解。咱继续咱的先拼先乐翻天。今仔日要来拼的是咱倒三位选手。哎呦，哎呦，金牙花得名啊，不敌会节节。哦，顶礼拜有看到啦吼，会惊吼，足厉害。我嘛足惊，迄场面有够乱的吼，足恐怖的吼。哎，是当时咧乱呐，就是你遮咧乱。什么当时咧乱？你家己唔知家己足乱的。我本来就是来乱的嘛。对啦，足古贵的啦。啊，甲阮介绍一下评审。对，来各位观众朋友，即摆甲恁介绍评审的，大家拢知啊，所以让恁介绍。喂，好心一个啊！欢迎三兄柯浩顺。人讲这个风太有，你让一个风太感。哦，啊，问题就一个乱源。今仔日就是这个烟瘾挂拍开，问题就出在这个回转盘。回转盘。对，啊，咱这个练喙花哦，大家爱讲出这个欢喜、趣味，甚至讲有感动的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，各有呢，哎，互你有一阵仔感想。对啊，趣味感觉各有，才得到大分数。哦，谢谢。平时唔得讲爱听哦。来，说得起就是咱的黄和平。讲实在吼，主持人换做是彩华姐啊吼，我家己本来是真放心，想讲这个袂讲落落的，则去生囝。要么讲听你开讲的个话题，我想讲，嘛有可能都落落的，则去生囝嘛是有可能的。加油加油，彩华姐加油！第三位要欢迎演艺界脚骨上界两球的桂竹贤。好。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桂子贤哦。今仔人数多到围我来吼。啊，这个哦，我甲你讲，嘿，你拄则讲。今仔日因为我安尼讲太多人啦。今仔来甲恁桂宝地，唔是要做恁老爸；今仔来甲恁桂地府，嘛唔是要做恁老母。啊，今仔日三色人讲五色话，你着坐车看风景，坐船看海影，坐飞轮机看天顶。哦，别人黑白讲拢莫听人讲，啊听我讲，真心才会爽。人啊爽，就插天讲；袂爽，你就去撸雷某。哦，啊今仔日哦，头家娘跋输囝，头家丈对人走，囡仔伫厝骂好，唔敢拼腹肚疼。哦，这个跳唔开这。跳楼大拍卖，到底一罐要卖恁偌个？甘着300免，甘着200免，互恁人去贴一个烧酒钱50尾，搁加一个黄黄豪平互你。啊，若搁无够，加一个菜花籽互你。菜花籽啦，毋是菜花籽。菜花籽怪怪。哦，菜花籽包等去啃。花椒过来哇！感谢。看你出来，最想要甲你买物件的。哎呀，一定要买啊，对无？因为看恁咧卖吼，都拢做斜拍。我甲你讲，各位选手，恁都要真正注意看。正讲练喙花就像这型的。真正有影，今仔日你买会到，比扣300块，比食3条高丽松瓜叫做，比订3只盐鸡骨更较补。对啦，唔是今仔台蛇，明仔载袂记啊冰咧。今仔日若买会到，台蛇，你这久无台蛇咧？这久无台蛇，我是讲迄足久的啊，足久的物件，我要看无啦。有啦，到位人家要看，花椒鼓励一下。下礼拜迄个意向嘛要来台蛇，啊，要来台蛇。我跳。来，做甲围我来哦。哎呦，古早人看到白叫白蛇，看到乌叫乌蛇。人讲长山出名好，台湾出大蛇，台湾五大蛇。饭时啊，车话带牛交话百八十啦。今仔日两尾蛇来就甲加水来，太好。今仔台这尾蛇干了半点钟，我无咧调病，叫今仔台这尾蛇半点钟。今仔这尾蛇火紧甲加长。哎呦喂！蛇火，你看这火有好靠甲你硬着仙丹苗药，咱咧解决。
我顶工伫厝这个抓刀时，一个阿伯甲me干掉呢。啊哪这么抓家人的死，这个抓刀恁都无兴趣。我毋是，这叫做以毒攻毒，我要预防胜过治疗。日本医学博士研究成功，比已经更加达钱的毒作用，每公分比经300几块刀下单票12000几块，才知影这尾抓的道行口，你食我把刀来好，你就老死。哎呦，这哎，收煞啦，我来处理，我来处理。哎呦，一项来。我即摆咧烦恼，外口是倒一个人无穿裤，真上口啦！哦，太精彩的啦！嘿啦，这拢无落的咧，处理啊，处理了啦。这算经典啦，经典。经典，嘿啊，来，就咱的平信的观众欢迎。再见啦，再见。 Kendo，你看泡一杯烧茶咧吼，再见再见吼。搁一个袂晓停落来。这个算我温情人。哦，安怎讲？36年前，嘿共迄个时阵的共迄个时间。是哩，好，当时我理解安尼哦，一个菜鸟啊，出现一个书兄怎行过来？不要紧，你哪演吼？迄便当遐摕一个，吼，永远哪食？虽然是中大，但是永远无分便当，是中大摕去食。感恩，吼。伊讲哦，用报纸包起来，便当才袂冷气。对。哎，真的啊，较是有影。去当阵，伊一工哦无趁着钱呢，伊才会使领便当尔。莫讲讲，这遐济。好啦。好欢迎。你在你讲的讲啊，唔爱透早呢。好啊，要来比赛啊！哎呦，好，来，第一组选手，你甲邀请出来 ，OK 吗？哎，这唔是你 Q 的，啊，都唔是我 Q 的，我等你。观众朋友啊，今仔日第3阶段的主题是先拼先乐翻天。节目要派出最厉害的观主，请观主先来表演，刷落来选手才来挑战。伫咧选手表演完进前，评审若是超过2个圆箍啊，就算过关咯。到底伫咧强手观主的压力之下，选手敢会当顺利晋级呢？欢迎第一组选手金高辉。哎，来。哦，这对无我听。朋友啦，体啦，同体啦。哦，因港体同体啦。来。啊，讲恁私底下拢无啥咧讲话吼。哎，我感情无好啦。哦，这有默契呢。嘿。哎，都敢若你甲阿翔啦。阮同事，阮同事啦。今仔日这个单位吼，帮因找，嘛是甲因共款一对的，伫咧电台搭水果。哦，电台搭水果。哇，真厉害哦。甲邀请出来。好，欢迎咱王一鸣妹主。来。欢迎哇！嘿，你话徛好咧，拜托。来，较乖，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鸣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梅子。感谢。真欢喜。恁平常是伫对咧搭水果哈？不关系，面床顶啦，卖伫遐讲啊。电台面顶啦，车顶啦，拢有啦，行到倒弯到倒位。厨房啦，灶骹啦。恁讲面床顶，恁敢真正是夫妻哈？阮一只翁仔某啦，30年啊。卖讲啦。啊，莫讲哦。莫讲。无啦，我唔知啦。其实因即马在咧搭水果。对。所以这种搭水果真正真趣味，尤其是台语来。这是因的日常就对啦。对。平常时拢安尼。平常时就安尼搭到上台顶。无错，我就是伫电台咧搭水果啦，啊，本来是同事啦，搭到尾也变翁仔某，你手就伸过来，你敢知？哎呦！迄代志偌大条咧。是安那发生的哈？啊，就雷公死啦，逐工落大雨啊，啊，停电你就点蜡烛啊，点蜡烛就拄啊暗嘛。啊，我伊讲我的手过来啊，其实伊脚先滑过来。哎呦！当然你无后白讲嘛。你捌听过啥都破脚无？我爱清白的对吧？蔡华姐。迄个梅子小姐小迄个饮者，小饮者。好，无问题。恁这段呢一定非常的精彩。等下再豆豆来欣赏。啊，无即马就随来欣赏啦。即马就随来。对，记住落度。欢迎王一鸣妹主。谢谢。感恩哦。
杨丽英筹办练水花，去西连顺个马金杯。啊，你捌练过翠花无？无啊，我头一回呢，我头一回来恁家练翠花，我有要惊死。伊家伊的人生摕出来就是一个翠花。什么？不是，我的人生摕出来不是翠花，我的人生摕出来是一个笑花。哇！阮两个去骗我出外景。你这讲几年啊？你搁摕出来讲？我无讲，我会做艰苦。欢迎王一鸣妹子，谢谢。感恩哦。我咧讲哦，三色人讲五色话，即句啊，拢互咱咧听过嘿，讲完啦啊。。我要安怎卖药啊咧？有啦有啦，你足厉害，你什么药啊拢总会当卖。人这话就坐五色人讲三色话，爱甲变过来。嘿啊来，王一鸣甲梅子含慢讲话，广告是恁地头，讲的是恁在地。咱初初来到贵宝地，看到大家足欢喜的，对，真欢喜。欢喜要安怎咧？啊，请大家啉茶啊！啉茶，哎，好茶啊！不爱啉就煞，要啉上贵的茶，摕出来泡，哇，贵的茶啊！一泡3万呢。啊娘喂，一泡3万。嗯，哎，输个3万呢，你开起无？会啦，系啊。哦，听滚水慢，泡茶慢，小小啉较慢，3万。原来是这种的啦对啊，嘿啦，啊，但是讲真个啦，一鸣啊，安怎我最近吼，一直规工咧耍手机啊呢，哦，你要看电脑啦，看电视来啦，，天中日月，人中两眼，溜溜秋秋，就是食这对目睭。你若会盲会雾会酸会涩，看物件会袂清楚，见着放到老目油生目屎膏，青光眼白内障，哇，免惊。陪梦啊，你会陪到隔壁阿成因兜去，即罐食落去，保证你镜头拢爽无啦哦。，这么好哦，多谢你甲我介绍啦。哦，但是一鸣啊，我除了最近目睭脱汤以外，我骨头嘛足歹呢。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患着骨质疏松症，亲像一间厝变成海沙屋，骨头拍筋落摆，实在真危险。好加在，好加在，乌去那话日本进口的珊瑚钙已经进入咱国内，互你食了了后增加价值。你若无食吼，你会轻的是地轮椅，重的是无药医啊。啊鸟喂，哎呦，但是一鸣哦，我除了骨头歹以外，哦，我最近无来洗呢。哎呀，这个时阵爱赶紧的，互你规个天天星期天闰年加一天，你若经无来，恭喜你要做妈妈啦！啊鸟喂，我这只老袂嫁，我要搁做妈妈。就是咱这罐食落去，哎，镜头拢总无。来，这罐是嘿鸟翅药啊！哈，谢谢，有够精彩，感谢一鸣妹子，谢谢。再来换咱金鳌花。大家好，我是做事上顶金，拿走正金。我是隔壁想高花，去到要倒花阿花。我是金高辉，大家们大好。哦，我最近有够衰啦。我知你出门着咯，好食饭着中倒，骑车拢着火金讲讲，互恁兜了无是无？不但我啥物拢还袂讲的，你着先甲我注册。啊，毋过咧，这你拢免烦恼，全部交我就好啊，我会当帮你化解。考好你，我敢会化作夫吧？来啦，我帮你破一卦吼，看你最近运势安怎？你阁会晓算命？哎，拜托的，我铺了一个呢。吹扑咯，我可以扑龙讲吧。来，咱今仔日咧有垃圾、锁啊、甲手铐，你想要安怎算？无，等下这毋是摕来算命的吧？这是啦，这是最近上新的算法。无你甲我解说一下，垃圾要创啊？垃圾咧，替你点一条光明路，互你跋输囝佫袂走咯。就才像跋输囝啊，莫伫遐甲我笑衰好无？啊，迄落锁啊咧，锁啊吼，来啦，阮遮创啊有牵红线服务啦。什么看人说这是看蒙吧？我是来算命，毋是来算命的好无？哎，啊，手铐咧，这绝对毋是摕来算命的吧？哦，你发现啊，迄我个人的兴趣啦。个人兴趣都莫甲我摕出来啦！你有别项无？来，你甲目镜起来吼。目镜？你这运动乌呢？等系啊！你规身躯吼，拢散发着乌气啦！这就是元清祭祖咧，甲你包围啦！你敢要先甲你的乌目镜摕起来？哦，多谢大家。哦吼，来，你下。以上是真鳌花的表演，因今仔日敢会过关的，
恒心。替恁紧张一个呢，好评你啥有过关？我唔知为虾米吼，这个画面看起来，敢若爸爸妈妈传的。啊，你讲的，真的，我两个查某囝。看起来规个画面非常的爽快啦！我感觉讲真高辉这边真有进步吼，因为就算讲这个老师两位伫咧头前安尼讲吼，两个人袂讲介紧张，而且阿珍啊，拄则讲四句连啊，讲一个俗语的部分嘛是真顺，所以讲我感觉无输，而且算讲是表现比以前更较好吼。而且两位老师有一个优点是对话吼，讲话开讲是开讲互大家看。哦，这边真高辉嘛有做到这个代志，就是开讲互大家看，吐槽互大家看，唔是两个人家己讲家己的尔。所以讲这个表演就有大家有法度享受在当中啦。好，加油！多谢。孙哥，是，我个人感觉，因为一鸣老师吼，甲梅子吼，因这打拢吼，因斗过了10年啊，所以拢讲的有诶无诶喎。啊，后壁这两个拢唔捌交过男朋友的吼，所以因会紧张吼，因为头前吼足摔拍，敢若连珠炮咧，biang 叫一直去。啊，因后壁起来，你会感觉替因紧张，就是刚刚讲因的速度有较慢。其实袂，我感觉恁感觉恁的进步，已经两个有咧交往啊，迄个眼神吼，因为你迄个目镜吼，造成着因为迄个道具造成着迄个事件，就讲诶，你要看我拢学，就讲有一个医生。吼，啊，就是一个病人，啊，个病人讲，这镜头入边，啊，这会疼袂？啊，这疼，这会疼袂？啊，这疼，到尾是迄个镜头咧疼喎，伊无论比到位啊，拢咧疼，哎哟，这嘛这疼，这嘛这疼。哦，赞。啊，学长啊，无互伊过呢吼。因为我太了解，这两个绝对互伊过嘛，所以讲我绝对爱试一个无同意啊。是安那因互伊过，你就无好过啊？为什么？三个过关，啊，伊咪照哪飞咧？飞去天顶。真会骄傲。因为一寡台语哦，发音无啥准啊。像讲啥物？酒餐不是酒餐，酒插。哦，酒餐是暗顿啦，有酒有餐的。啊，但是因两个出生的牛啦，唔惊好。啊，对。所以讲哦，伊伫即个王一鸣甲即个梅子老师头前哦表演哦，因无感觉到压力，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啊！吼，啊，就敢若柯浩顺宾信讲的哦，即个王一鸣甲梅子哦，因逐工斗阵哦，拢连笑话，哦，对吧？什么人呆看面在阿西，娶某搁讲公鸡，啊，伊这。唔通，无讲真啦，我嘛无，拢不是清白的，好朋友就讲朋友啦。翠花哦，内底哦有较侪即个俗语啊，历史俗语哦是王一鸣老师哦，甲即个梅子哦较侪啦。啊，即两个少年的咯，会使讲阿辉啊、花花啊啦，哦，安尼嘛准拄过啦，两个继续加油啦，吼！对啦，剪菜啦，哇！加油！真好诶，过关呢，哇！啊，谢谢咱一鸣甲梅子，谢谢，感谢，哦，谢谢。嘿，过关啦，来，刷来，咱后一位，不诋毁，哇！我感觉你愈来愈水呢，哪来哪笑的呢？咱这拉晓就对啦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迄无晓人可以坐袂掉。哦，安尼吼，所以一定要晓啊！一定要晓，对，你看你晓一下，灵魄腰瘦，较清甜曲。阮这等一礼拜找你这个对手有够厉害，甲恁共年，是哦，对，好年，共运的哦，人老神在，恁老长在。我老长的啦，你嘛老长的哦，足够演的，先甲邀请出来，做伙来欢迎杨丽英。伊就模仿的对象，就是我跟你讲，我最近2出戏拢袂歹看，一出叫做《花丽计程车》，另外一出叫做《我的意外厝卡》，2出收视拢真好。哦，播下吹落去，赞。
啊，你捌练过翠花无？无啊，我头一回呢，我头一回来恁遮练翠花，我有要惊死。啊，练翠花甲即个表演演戏有无共？无共啊，演戏有一个对手啊，你讲一句我讲一句，爱讲啥吼？啊，毋是啊，这翠花一个人，但偏一直来一直讲吼，正经袂关系。袂关系，主曲。啊那，听讲你两个是共体哦。无，伊算我学姐。学姊啊，啊，这个我的学兄，我即摆要讲，伊你讲练翠花，伊这人免练，伊家伊的人生摕出来就是一个翠花。什么？不是，我的人生摕出来不是翠花，我的人生摕出来是一个笑花。你的人生摕出来是一撮豆花啦。志豪承认出过无红的手臂，德明可能7啊8啊是钢边。什么歌红徛伫我边啊，真正是心脏变动跳咧。无对，我是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嘛是一个出过6块唱片，也不过无甲一条歌有红的歌手。有人问我讲，森林乐的未来伫倒位？我若知影，哪会搁伫遮？我若知影，哪会搁伫遮？阮两个去澎湖出外景，即摆为这边要去迄边，要去海边啊，因为去到遐什么啥？因为我手机啊吼，放咧饭店袂记摕，即摆外景队就规个拢搁拖去外景，拖去饭店。即摆去饭店，即摆搁去到海边啊我游泳衫无去擦，游泳衫袂去擦，迄个温真菱哦，小玲哦。心足好心的啦，伊甲讲阿姊，我炸2输，1输分你穿。我讲安尼，我敢穿的落。伊讲，你外口吼 T 恤你甲穿落吼，啊，都无要紧啦。嘿，我就想讲人的好意，嘿，莫切着人的好意，就甲伊迄领。小等下，搁说了我要讲，手咧讲，人间的一个惨剧。安那，伊居然为了惨，伊居然为了变数行出来。我看到哦，6斤来啊，硬要用2斤落啊，要落入去。啊是你看到大肠，你是有心哟，迄个小刀啊，比胸坎还较嗨。伤细领啦，正经伊足散的啦，我正经哦，硬色对无？这代志还袂煞哦。啊，搁有。啊，即摆穿袂落去，搁再登去摕伊的迄个游泳衫，去饭店。即摆搁出来外口啊，安那？我电话搁放在饭店。会花去。是啊，你的人生啊，一直别行拢袂记的。但是这样你是足好笑剧本的。因翁是一个导演，所以因兜有这个大趴顶，50K、100K。你这讲几年啊？你搁摕出来讲？我无讲，我会足艰苦。阮老师逐摆用叫我发徛，你徛起来。你是安尼话遮尔济？毋是，我毋是话济，我是无讲足艰苦。因为冬天嘛，冬天内衫裤拢拍袂干。是。吼，即摆就摕来讲迄趴顶就烧放遐就好啊。即摆内衫内裤怎披咧顶头你啊？即摆就时间到要收迄电话收啊，内衫内裤拢扬起，拢踮咧顶头。你又白讲，你讲啊伤合啦。那是因为吼，咱迄衫吼，迄当阵啊无迄个风衣机啦，所以无法度速搭，所以咱衫吼都甲放喺迄个。电话顶管，电话边啊啦，边啊哟，敢若是安尼尔啦，啊无油气就对啦，无啦，无你油气较好笑啦，你人家嘛是啊摕好油气，欢迎姊啊，会表演者，真想要看，然后袂记，无要紧啦，放学生啦，来，姊啊练水花，来，有请。那阵讲到即个教囡仔吼，即摆是愈来愈困难啊啦。我会记吼，咱细汉的时阵吼，爸母咧讲啥，拢嘛讲天，咱都唔敢讲地，吼，伊若准讲东，咱都唔敢讲西，啊吼，啊若准啥物代志，爸母无欢喜，迄手册啊，唰就甲你伸过来，啊吼，教囝无师傅，册啊讲咧就有，啊即摆唔是啦，
只要讲都爱爱的教育，吼，袂当拍，袂当骂，有代志都爱好好啊讲，温温啊讲，豆豆啊讲，讲到一支长长啦讲。阮兜的囡仔，因咧幼稚园啊，讲要带因去动物园佚佗，吼，转来偌欢喜咧哦。透早啦，险啊叫袂精神啦，我抓紧甲检查伊的册包啊，这卫生纸吼，帽仔啦吼，雨伞，茶果咧。茶果唔免摘，是安怎？茶果唔免摘，茶果重酷酷唔免摘。你会喙焦，我袂喙焦啦。我讲你一定会喙焦，我一定袂喙焦啦。你点点？妈妈要掠讲啊！我甲你讲，我是你妈妈，吼！我食过的盐比你食过的米较多，你知无？伊甲我应讲，妈妈，你是安怎要食遐济盐？真正会生气，较紧的时间袂赴啊！囡仔带咧茶果干咧，紧来找老师。老师啊，歹势啊，拜托你，这个茶果吼，我寄你啦，我会甲交代。伊若准喙焦，才叫伊来找老师啉茶啦。哈，下昼转来，我赶紧的，紧甲检查茶果起来。哈，空。第二天我去甲老师斗，我讲老师啊，你敢知影这个囡仔翻笔吧，足歹教。哈，昨啊叫伊炸茶果，伊唔肯炸。啊吼，茶果大口口啉甲一滴水都无。老师怎讲？妈妈歹势啦，伊迄茶果的水是我啉去的啦。你看这个囡仔有够老的啦！哎呦，赞！感谢连记的表演，谢谢。刷来我咱的不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不诋毁。恁即马吼，这少年人吼，拢唔知礼貌呢，常为着一个博爱做吼，就搁老人冤家啦。吼，我今仔坐捷运的时阵吼，就拄着这个人啦，伊真过分，伊竟然想要留位互我。拜托让我这妖娇，你看我甲像有心的型吗？伊就讲，阿妈你坐啦，我老母过抱土豆呢。你卡困到我只冷球。我过16区呢。有人要看我16区无？吹咧！要看的人跟我来啦！我真正吼一天一便所16区啦！我屁啊！讲到捷运吼，我伫咧捷运顶头，我是定坐啦。不过我嘛定揽物件啦。我落去 Google 看要安怎甲物件找转来，结果我才发觉真侪人拢会捡物件呢。有人落树包，有人落雨伞，竟然有人落去阿嬷的风景红啊！阿嬷的风景红哪会落无去？这不是遗失咯，这是遗弃。阿嬷就这咯，阿嬷，这个位吼。课堂啊边啦，风景真好哦，伫蓝线啦，一路向西，祝你往上西方，吉落世界。仙人上高，你也家己会记落车哦。阿弥陀佛，伫仙人顶等你啦，阿爸再会。哇，当你想要甲阿妈找转来时，你走去警局，伊就甲你讲，阮敢若负责招领，无负责招魂啦。大家哦，若想要有位置哦，我甲恁教啦。你就甲恁阿妈风景啊变出来，少年呢？阮阿妈要坐，你敢有比阮阿妈较老？你敢有比阮阿妈较袂顶袂当？我甲你保证哦，全车厢的人走到飞咧啦，规车厢拢去的啦。你若是要车恁走16区，拢会使哦。多谢大家，我是不诋毁，多谢。你这样是真的还假的啦？假啦，阮阿妈伫内底。阿嬷都请出来哦，今仔日无过应该真歹讲啊。不诋毁这囡仔到底会过关未？来，评审。三衣曲啊呢，哇，阿嬷有保庇呢。
因为我看到丽英姐啊，我嘛是感觉看到阮阿嬷共款。你咧讲迄个，你讲你厝的呢？不诋毁哦，伊咧选这个主题拢选了袂歹，真趣味。而且佫较有迄个吼，算讲这个利害关系拢有牵涉到伊个人啦。第一，伊的年纪有够，但伊外形还袂到遐。伊今仔日算讲哦，这个特殊西装，这个特线条。就是甲今仔咱Ken哥共款，因两个算穿这个迄个情侣装，鸳鸯衫。哎呦，你为什么你嘛穿这直线条的？哇！你两个有啥物不可告人的关系？啥物咧情侣装，我咧情暗装咧。鸳鸯水啊，婚照放假。是，比如讲哦，你若为南港坐对邦桥，一路向西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你若为邦桥坐去南港，一路向东。所以讲哦，伊头仔讲到要西门町等你，迄是正确的，因为伊向着西边行嘛。所以伊有讲去调查着，伊有去看风水地理才来写这个卡本。所以伊算有认真啦。你后摆要会更较趣味，这个卡本会再个发展，因为你碰到这个翁啊，无论是过磅坑还是过桥拢爱画，所以规车顶拢你咧画。哦啊，这个阿妈过磅坑哦，是，阿妈过桥哦，不是，阿妈坐车。即摆还袂到台北市，进前讲哦，阿妈，你若无要去住西门町哦，这仙都市嘛袂歹啦，嘿对。啊，你甲从这个哦气味，迄个层次佫较清楚的，较丰富的，我感觉袂歹，我个人真介意。我感觉讲照常安尼自信大方，唔惊舞台，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。唯一的缺点就是，这边敢若伤过激动啊，所以讲规个内容吼，一直讲的时阵吼，愈来愈激动，所以讲有淡薄仔听无清楚吼。然后真正是感觉讲这尤丽云老师吼，非常的厉害。要毋过吼，阮有一个选出的导师有一个意见，想讲你入来的时阵，会当有一个主题曲，吼，主题曲。伊讲老 K 讲，你会当唱一条歌个，有听声看无影，尤丽云。大家好，我是尤丽云。安尼你来较好吼，老 K 想的。是哦。啊，今仔日啦吼，来到这，足欢喜的。啊，总统。会使讲哦，看到大家咧秀台语吼，是。啊，本人感觉吼，啊足赞。哦，唔是闽南语尔，啊，咱是真正台语。哦，大家伫遐咧talk 秀台语。啊，我个人感觉，这个节目爱甲加奖金。而且哦，这个唔知花哦，唔知花。不诋毁，唔知花是顶一组啦，对啦。总统你看真高花，总统较慢到，哦，对，伊即摆才到。你为今仔日开始就叫唔知花。哦，我本人感觉足赞的，哦，所以讲哦，今仔日莫讲你无带啦，哦，今仔日你若坐当，伊无加啦，伊无加啦。啊，你若一路向西吼，你就趁钱无人知；啊，你若坐南向北，你就趁钱就稳达达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加减拉一寡台语吼，会使讲啊，对咱台湾真有帮助。啊，咱祝福咱这个节目会使啊收视长红，谢谢。啊！你过关连总统都甲你挂保证，哇！就感动的，甲你鼓励，感动的，真正感动，多谢多谢。啊，佮看到姊啊来表演，哇！偶像丽英姊啊嘛是尤丽云，伊嘛在尤丽云，哇！谢谢。这名行倒人的省长，平心赞扬伊强过勇哦。我的爸母真正有较爱跋的，愈跋愈大，因跋讲我音乐事业会成功。啊，今仔伊家将伊这个剑吼，这个武器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啊！哎呦，我无后悔，互你这个机会当这边过来比赛，所以讲我相信你一定会出头天。阿妈甲请等好不好？拜托。你阿妈甲请等嘿。阿妈过桥咯。阿妈去坐好。好来，欢迎后一位选手德明。拄则阮制作人讲，你第一届来比赛，
来台北比赛，结果等去到高雄已经是7天以后的代志。哎，那安尼人拢伊是惊水路的啊。你到高雄才浮起来。你是安怎那7天才转去恁兜？哦，因为机会足罕得的，主要是讲阮老师爱等吼，邀请讲，今仔日台北足侪迄种 comedy 的 club， 哦，俱乐部会当去看人的 open mic， 去加学歌，讲哇，这机会足罕得，而且台北遮资源足侪，一天接一天，哦，逐天拢有场，我就加吸收足侪物件，时间转去处理。伊是拢一直咧学功夫就对啦。啊，我你真认真咧，安尼今仔日应该足有信心的哦。今日甲上好的物件选出来伫遮。哦，上好的菜拢捧出来咯。我嘛帮你传一个上好的对手。好，感谢你。原来会晓唱歌，会晓主持。哎呦，嘿，对，今仔日来到现场，伊嘛是比赛出来，做伙来欢迎柯志豪。好，你好。我要抗议，这个节目压力太大咧，太大咧啦。安怎讲？后迄个这边坐三个祖先呐，祖先啦，神拜啦，神拜，前辈，头前佫有新春呐。哎呦，对不？这讲的福禄寿啦，新猪白啊！而且顺哥是我的老师，伊坐遐对我来讲是正冲咧，你敢知影？伊嘛做过你的老师，对啊，我的老师。当时的代志。伊是你什么的老师？我人生的老师。我甲因兜的这个吼关系非常的亲，伊阿兄是我国中的老师，阿顺哥是我演艺界的。你那你这高看嘛？哎，无多啦，迄个没有关系，找关系，找到关系就没关系嘛。你讲台语，即句讲台语。你无关系就找关系，找到关系就无关系。哎呦，水啦！这边啊，你还说你哦。大家都做搞的啦。这个台语不哩啊，你有哦。即摆歌王徛伫我边啊，真正是无唔对。我真正足紧张的呢。你免紧张。你莫看我呢，其实我拢假出来。安尼吼。你莫假。莫个假，莫个假啊！莫个假，尽量帮我哋。演艺界你上顶斗。对。咱讲什么叫顶斗？徛正阮叫顶斗。你头壳遐大粒无做顶斗的，你安尼。欢迎柯志豪。我讲呀。这。大家好，我是迄个烟头降仔搁前气秀的柯志豪许志豪。目前呢，我是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嘛是一个出过6底唱片，也毋过无甲一条歌有红的歌手。可能你唔知吼，做这道进前，我是一个补习班的英语老师。英语。袂记笑。你这款态度真正做无礼貌的。我咧教册时间将近要10年啦吼。唔敢讲是桃李满天下呢，也毋过我教过学生若无千，嘛算几啊百啦。吼，是安那想要去做老师吼，因为我自细汉我就感觉讲，老师这个行业受人的尊重，社会地位非常的悬。你若讲吼，老师讲的话都袂顺啊性质，有诶像咱老爸老母你讲的话，咱当做马里东风。毋过老师若开喙啊，迄是比皇帝的性质还佫较有路用啦吼。毋过等下我家己若伫教册的时阵吼，我感觉已经时代无共款啦，是安怎？因为即摆人咧愈生愈少，若生愈少吼，囡仔伊就会愈少。这对老师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，是安怎？因为咱教册的时阵吼，你若受过严格，学生就感觉压力受大，无爱来读册。你若受过轻松咧，家长就感觉讲，你这老师真笨蛋哦，头壳拢空空。所以讲，做一个补习班的老师，那以我的感想来看，伊参加的人哦，有一个共款的所在。这个所在就是讲哦，咱必须要想空想胖，伫个台仔顶想一个步，要来去引咱台卡的学生来注意咱的表演。哦，恁即马目前为止应该还佫无相信我是英语老师吼。是。看袂出来吼。因为你也袂拉英语。雨伞啦。哦，umbrella。无啦，山东人讲俺不来啦。安尼我证明一下，好不好？要安那互学生加深印象咧？譬如讲，我教头一字表演的英语叫做 perform， 对不对？要安那记？表演有的时阵为着要精彩，咱就要小可碰风嘛，对不？碰风 perform。来，对我念一下，碰风 perform。真好。第二个字咱要教的是啥？叫做无可能。
无可能用语安怎讲 ？impossible 做歹记的吼，安尼足简单的，你会记哩。恁爸拍死某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对我念哦，恁爸拍死某 impossible， 来，恁爸拍死某 impossible， 这就是我伫个补习班讨谈的步数。虽然我即摆一定无伫个教育界咧服务，不过伫演艺界，希望大家恁若有介意我的表演，会当支持我的节目，甲我的新手片。感谢你，谢谢。感谢志豪的表演，再来欢迎咱的郑明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嘉定的德教陈德明。有一届咧，我去参加一个乐团的面试，去用拒绝，伊讲哦，你弹了较歹听的。但是我出来了，感觉足欢喜的，笑嗨嗨，因为我弹的内容甲音乐的唱片一模一样。人若甲我问讲哦，你音乐是安怎袂失志的？是毋是有啥物音乐的秘诀？哦，保持创作动力的秘诀？我就甲讲 ，Stay hungry。我的爸母真正有较爱博的，愈博愈大，因博讲我的音乐事业会成功。有一个朋友做好心甲我问讲，德教啊，你会敢讲家己是大只加慢铁？无，我讲无啦，迄早起哦早起的拢互掠去刣啊，即摆伫用早起的打面啊，就讲咱安尼较保险。有一届咧，上台伫演春之前，哦，有一个毋熟悉的人走来甲我讲，兄弟啊！兄弟，我足介意你的歌，你逐条歌拢足介意听，我就暗爽赞。我就甲问讲，请问吼是倒一条你上介意？伊就讲，就是迄个，就是迄条。伊到即马佫袂甲我讲到底是倒一条安尼。有人甲我问讲，学音乐的优点伫倒位咧？我即摆搁咧想，人讲的搬车会大，我搬了以后，大家搁拍伫涂骹，一枝草，一点路，用爬嘛会继续行。有人问我讲，算音乐的未来伫倒位？我若知影，哪会搁伫遮？我若知影，哪会搁伫遮？感谢大家，我是德教连翠花，记得音乐咯，我会继续拼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今仔日够厉害，同款哦，水哇！哦，今仔日的德教，今仔日德教，伊会过关无来评审。有志豪兄的加持，有浩珠兄的加持，还有彩华姐啊，足感谢恁。袂歹，真优秀，真优秀。拄只一个点吼，阮顺哥笑甲。系啊。吼，足介意的呢。迄个点是倒一个点。我会荣幸啦。足介意，足介意。因为伊顶一厝吼，险啊向倒台。哦。因为哦，迄支剑压出来，并无压太台。伊今仔伊家将伊这支剑吼，这支武器发挥到哦淋漓尽致。哎呦！算讲发挥到哦，真正有够贴地啦。是。我感觉吼，德教你即摆真正你有听到，顶回我甲你考劝，你有听入去。阮一直等下讲，这支吉他发挥上大功能是啥物？迄个吉他一直无出来，伊迄个 melody 为开头甲迄个上尾啊 ending 的迄个呼应做了太水了。是。感谢感谢。这支剑人了有水，所以伊对台北到高雄行这7天，伊有得的。不枉此行啊！不枉此行。对。对。有价值。我感觉真好，你搁安尼发挥落。但是哦，迄个干燥，是，迄个中迄个干燥，
唔好遐尼长。哦，更较短对更较短小可啊。好，我做兵迄个朋友哦，是，伊拢安尼讲一句吼，安尼量一个。我甲你讲，我为金门来，叮咚当当当，遐吼真正有够水，叮咚当当当。啊，你要去倒位啊？叮咚当当当，多好一点点啊。嘿，啊，但是爱长的时候嘛是爱足长。哦，啊若无够长，爱去找庙。所以什么庙？因为够长嘛，迄个牧师无伫。有影。啊，你来去庙去找道士，道士甲你改就对啦。对，你够干无找什么票？你是讲顶礼拜孙哥讲的，你拢有听落？哎，有咧改进吼。感谢，足感谢。我感觉伊去甲我夹着啊，真好。赞。啊，考试哦，我小甲你讲两句啊。我听着，对。因为你头拄迄个慢表演得太好，迄个不诋毁，你就是爱甲伊学慢，你的劲已经无问题啊。所以讲哦，你的油门，人讲哦，韩多路一摆油门凊彩，你袂使搁凊彩啊。迄个韩多路咧掠好势，是。啊，无你会愈来愈危险。对。双人枕头用英语唱。哎呀！所以两句对，无来交钱。Double pillow without you, I am lonely. Heavy blanket without you, I am so cold. 讲啥歌嘞？就袂啦咧。老师呢？哦，啊，你知咱细课，你知咱细课英语安怎写无 HSU 啊，对唔对 ？CALL。是啦。哎，考试哦。你有代志爱找啥考试好？哎，啊，你要考啥？考好顺，嘿。哇，咱变英语节目咧。我的意见甲顺哥有淡薄无共款，就是迄个 melody， 我感觉其实，不是。大家看无？十个细裤，9个拍某。无啦，我是因某啦，我因某来的，我是感觉迄个 melody 拄啊好，是配合你迄音乐加的迄口唱的感觉是适合，而且你的 timing 嘛抓真好，时机真好，我感觉讲我无后悔，互你这个机会，当这边过来比赛。多谢老师。对，你即摆已经找到家己咧讲笑的方式，所以讲我相信你一定会出头天，加油！哇，真好啦，感谢。找到家己的路啊！哎，学长。这确实你的吉他做这个节奏来去分辨这个笑开哦，真正是消遣家己是上悬的艺术。所以讲我伫遮甲你饲耳夸。哎对，该鼓励加油，袂歹，哎赞。感谢老师。咱今仔日先拼先，3组拢过关。